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罗建良、甲阿兰区公所副区长张介军分别申请元帅甲将军的服装，第六军双臂士官班校友会体验兄弟换上正服的习俗，就是要邀请大家4月27共同来到郑成功登陆鹿耳门的历史场景来体验。感觉上就是体验郑成功当初登陆的一个临摹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系列的活动的一个展出带领我们有志于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个人员探寻当初郑成功登陆的时候的一个情境跟发展，让结合一个地方的一个发展，让这个历史的轨迹可以重现。我们也很欢迎各界以及我们大专院校的同学们一起来报名参加，体验这样子一个充满着一个历史情境的一个活动哈。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台南鹿耳社区这边过去的一个辉煌的一个历史。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我们这边的环境教育也能够更加深入的各位大众的一个心里面。阿兰区鹿耳社区全国举办独一无二的郑成功登陆活动，已经是第16档。今年迎接虎城300，嘛将过去模仿1661年郑成功率领战舰进入鹿耳门，重回北沙尾的场景来转型改成体验。到时将伫鹿耳门溪口顶门宫甲虎城天险来展开，希望用文化教育，予后一代亲历认识，甚至有一天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有别于过去比较军事化的一板一眼的模仿登陆，这一次着重在教育学习的方面，所以呢，我们会介绍鹿耳门的地理、还有历史、生态、宗教疑点，让所有参与的社会贤达跟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生们能够确定、确实的认识鹿耳门的地理。因为鹿耳门有可能是台湾唯一作为世界文化遗址的潜力点。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